好来看，除了这劳工以外呢，公务人员的职业安全嘛是同款需要受到重视的。有民间团体是指出讲，因为这公务人员保障法是无法度亲像劳动部同款有这个客载人力甲制度，所以因是要求爱甲公务员来列入去职安法的保障范围，安尼才有法度来得到完全的保障。去年标出劳动部的公务人员因为职场霸凌自杀，今年更有消防员因为执行公务过身。有民团呼吁公务人员的职业安全嘛需要重视。因指出，目前公务人员保障和培训委员会是透过公务人员保障法来维护因的权利，也毋过保训会所无法度像劳动部有客载人力资源和制度，安尼公务员无法度得到完整的保障。公务人保障法里面的这个保护来说，它没有办法像劳动部一样，把治安法落实到地方上去，落实到每一个职场里面。那在外部呢，也有一个专业的监督，能够更保障我们消防人员的安全。那其实说，后续的那个职灾跟那个职业病的认定，那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民团嘛指出，今年政府有发布新的草案，若是拄到重大专案，也是有地级加急的机构，唔免经过当事者的同意，就通甲调动的期限延长到半年。因为期限伤久，若主管单位唔放人，新单位可能就会放弃当事者调动的申请，损害当事者想要请调的权利。调动是我们的权益，就是我们想调动，我们会做写报告，然后它就会存记，那总有一天会调到。对我们来说，我们难以想象会有已经协调好了，但是拖了6个月才调这种事情。公民团体提出诉求，希望政府将签调的时间减少到4个月。另外，嘛要重视公务人员职业安全的问题，将所有公务人员加入职安法保障的范围，才袂互霸凌和损失的悲剧搁再重演。记者魏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